那如果让他回归到民事的话，那对大老婆来讲的话，又不会，我跟你讲，像我们看很多例子，真会觉得会觉得有点心疼的，就是在感情上已经受创，结果到最后还要再去大动干戈到那样，还要被告。可是就算把刑事拿掉，其实他的民事责任还在。如果你只是说希望刑事能够有恶主效用的话，但是到最后大部分的案例，几乎90%几的案例，他就只是判1颗。那在这种角度之下，那如果让他回归到民事的话，那对大老婆来讲的话，又不会，我跟你讲，像我们看很多例子，真会觉得会觉得有点心疼的，就是在感情上已经受创，结果到最后还要再去大动干戈到那样，还要被告。就我刚刚讲，因为你可能会涉及到侵入住宅或什么，你会心疼这些正宫或大老婆，就不用这个样子。是支持的这个法案。也不是单纯，因为大法官就已经做出了这样一个解释了。那大家就是在这个解释下，我们只是要告诉大家说，这一部分可能大家不要因此怀忧丧志，感觉上天要塌下来。其实没有这样，没有这么严重这样子。你有没有什么突破的？就是方式没有，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已经将心比心吧。然后每个人既然其实一个家的经营就是这样嘛，那我觉得婚姻的状况，每家有不同的一些的状况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但是在家里面的磨合之后，每个人应该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些模式了。那家中的财务是你还是大嫂在做？我相信大部分的家庭应该都是由女性来主导会比较多吧。大部分家庭应该都是这样吧。吵架的话，你是会先低头道歉？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夫妻吵架？你们不吵架？没有人不吵架，牙齿还跟舌头会咬。会啦，我觉得多少啦，其实应该是大概都会各退一步吧。我觉得，对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。那你觉得这个除罪化之后最大的影响是什么？征信社的业务吗？应该是有人在开玩笑说，是不是就征信社的业务？不是，一定不是，因为我刚刚讲说，因为当你如果没有刑事罪责的时候，你回到民事，在民事方面，它的举证又不需要到这么严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真的一定都要弄成这个样子？这它就会变成，所以对征信社那个时候的一些业务，是因为你一定要现场有没有要抓奸在床，类似像那些要在法律上我们说那叫进行式啦 ，OK。但现在如果不需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有必要这样？如果没有必要，是不是真的对他们或多或少，也许会有一些影响？所以那天不是大法官释字做出来以后，网络上面就在开玩笑讲说，那个征信业者要不要去纾困方案，要不跟政府申请纾困？对，虽然是玩笑话，但我想大概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吧。